岁末年终，各公司行号都在举办尾牙犒赏员工一整年的辛劳。DJ 圆圆日前在节目上分享，某次主持8大行业尾牙，参加的人员除了自家小姐外，有些常客也都是座上宾。圆圆透露，当晚抽奖的最大奖是这个后，让现场男性嘉宾直呼好羡慕。DJ 圆圆在节目《麻辣天后传》分享，因为认识某酒店的老板，所以受邀主持尾牙场。当天就在自家酒店前的广场席开20桌，除了店内所有小姐都要出席外，每一桌都安排了自家公主和恩客，这些客人也会带着大红包让大家抽奖助兴。尾牙期间，酒店也会安排一些奖项让所有人同欢。圆圆提到，客人砸钱毫不手软，每一包都是厚厚一叠。当晚准备要抽最大奖时，圆圆透露，当下看到奖项名称后吓了一跳，觉得相当有创意也很酷。奖项竟是可以免费框10-40个小姐出场，让现场嘉宾听完后瞬间超嗨。虽然奖项并没有提到是否有含其他交易，且每个人的价码不一，但可以免费包下小姐一整天。对于许多客人来说，已经是最大的奖项。